大家好啊，我係 Max 啊。今日會同大家介紹下呢個港島南岸5期嘅奧實嘅。咁呢個項目呢，佢個靈感概念呢，就係源自一個19世紀嘅法國印象派大師阿亨利盧梭嘅傳世之作《The Dream》。咁呢幅畫呢，係無價之寶嚟。咁為咗延續呢個亨利盧梭嘅夢幻美學啦，咁就設計團隊呢，就邀請咗一個出身喺斯德哥爾摩，個名叫做 Martin Blitzlicky 嘅一個位設計師嚟設計嘅。咁佢個媽媽係呢個時尚設計師，爸爸係呢個結構工程師，咁就令到佢對美學同埋功能性咧都有深刻嘅體會。咁喺2000年咧創立咗呢個 Martin Blitzlicky Design Studio， 咁喺2012年就喺紐約開始咗呢個分部。咁呢位設計師都榮獲咗好多殊榮嘅。咁跟住世界10大頂級私人會所女王伊麗莎白唯一光顧嘅俱樂部呢，亦都係倫敦最好嘅私人會所呢，咁都係由佢去設計嘅。咁係呢個世界10大頂級私人會所啦，可以欣賞一下。咁跟住同大家介紹下屋苑嘅範圍啦。咁亦都融入咗好多嗰幅 The Dream 嘅元素入去。咁見到一個泳池。翠影池同月池呢啲都係分別佢會所裏面泳池嘅名啦。咁好多綠化地區啦，燒烤區。咁會所嘅入口、大堂、會所嘅健身室、兒童樂園。咁見到佢戲院啊、桌球室咁都非常有融入咗嗰幅 The Dream 嘅藝術嘅感覺。港島南岸呢，就係唯一擁有呢個4大尊貴享受、頂級名流設計大師加持嘅住客會所啦。港島南岸唯一嘅天際會所，港島南岸唯一嘅天際花園，港島南岸嘅中央會所。咁佢會所呢，有31樣嘅設施，咁就大細係大概喺呢個72000嘅平方尺。咁亦都有成個港島南岸最長嘅游泳池，有50米嘅游泳池。咁亦都有唯一嘅天際會所。亦都有呢個唯一嘅空中花園連廊啦，可以飽覽呢個360度嘅南區貴族走廊。睇睇個天際會所。咁何謂超級豪宅呢？咁超級豪宅呢，好多時候都係要配一個大環廳，一入到個廳有個超級長嘅窗，同埋有個前廳。咁前廳嘅意思係咩呢？即係有個電梯大堂。咁分別喺1B1A 座呢嘅大單位呢，就會分配咗一個私人電梯大堂嘅。咁啊，97% 嘅3房或者以上單位呢，都有呢個私人升降機前廳。咁私人升降機前廳會有啲咩設備呢？就有呢個靜壓控制，就可以防止污染物進入，保護呢個家居嘅潔淨啊。咁有消毒噴霧啦，可以消毒衫上面嘅細菌病毒。咁通風嘅鞋櫃，咁就有香港腳都唔驚啦。咁就空氣衣櫥啦，咁就可以令到衣物呢就去除異味，咁啊消滅細菌同埋病毒。咁新世界呢，嗰啲匠心設計都細節呈現咗喺呢個物業度，咁就用咗呢個金果燈，咁就融入咗呢個豐盈富足嘅寓意啦，象徵生活裏面有源源不斷嘅喜悅同埋收穫。仲有呢個幾耳壁燈，靈感就源於阿盧梭嗰幅 The Dream 嘅畫裏面蛇嘅抽象嘅形態。今年正係蛇年，咁就寓意幾如意，生生不息。咁另外佢嗰個 lift 嗰個門口呢，咁就有個孔雀金門。咁就貴族前花園嘅奢華之門，掀開呢個繁花嘅隱密面紗，就位於呢個私人升降機嘅前廳，咁啊提供呢個額外嘅私隱。咁女製嘅孔雀金門象徵呢，就係呢個優雅同埋富有。透光嘅設計令到光線滲入前廳，營造呢個夢幻嘅視覺效果。咁仲有個金羽毛架，設計係象徵住呢個孔雀嘅羽毛，金色就象徵住尊貴富足，寓意住客生活富足。孔雀嘅羽毛象徵美麗，咁有尊貴同埋吉祥寓意，寓意住美好嘅希望。單位有呢個寬廣大環廳，飽覽呢個深水灣景，真係非常之靚。單位設計都非常豪華。咁而家睇到呢個係70尺嘅環面飽覽深水灣景嘅單位。
有呢個港島南岸唯一嘅天際瓷屋複式5房連泳池嘅單位啊！罕有嘅5房複式單位，有6.7米嘅通天際樓閣。何謂呢個港島貴族走廊呢？因為黃竹坑鄰近呢個淺水灣同埋壽臣山，咁就有好多傳統嘅豪門呢都係住喺入邊嘅喎。例如鄭裕彤家族啦，配套方面呢，有深灣遊艇會等等，高爾夫球會、香港鄉村俱樂部同埋海洋公園等等。咁校網亦都有小學18校網，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、聖保羅書院小學、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、香港南區官立小學。咁至於中學南區校網學校有加拿大聖心書院、聖士提反書院、聖公會呂明才中學、港大同學會書院。如果國際名校呢，就有新加坡國際學校、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、香港國際學校、省江維多利亞學校同埋德瑞國際學校等等啦。咁另外，其實呢個港島南岸站呢，就有啲相似呢個香港站同埋九龍站嘅。咁之前九龍站站頂天璽4房就接近1.5億沽出，咁就尺價去到9.8萬，咁今年就創咗新高㗎啦，咁去到成95,000幾蚊尺。咁而家呢個澳層呢，就係未來嘅天璽啦。咁至於交通方面呢，黃竹坑站呢，14分鐘就已經可以去到中環，8分鐘就已經去到金鐘，基本上交通係非常方便。另外，黃竹坑站上蓋下面呢，仲有個大型商場，佔地面積接近51萬尺，有5層嘅商鋪樓層。澳層4個最大賣點就係港島貴族走廊啦、私人升降前廳、頂級名樓設計，同埋呢個站頂之王嘅。如果有興趣去了解更多呢，歡迎聯絡我阿 Max。